準備退落嚟嘆世界，定係已經過緊退休生活嘅你，每個月最關心嘅肯定係點樣可以安安穩穩咁樣有筆錢落袋，對抗通脹之餘，仲可以維持生活質素。好多老友記成日喺度諗，到底買啲咩收息產品最好、最穩陣呢？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聲音，有人話買香港政府出嗰隻公共年金夠晒穩定，每個月有固定錢收，好似自製長糧咁。又有啲人話買啲定期派息嘅債券實際啲，起碼揸得住啲本金，到期仲可以收翻添。啱啱好前幾日，有位識咗好耐嘅老友記行埋嚟問我哋，佢話自己無意中喺市場上面發現咗一張由大家都非常熟悉嘅大笨象，即係匯豐銀行發行嘅債券。呢張債券最誇張嘅地方係咩呢？就係佢嘅年度票面息率居然高達8厘個，喺依家呢個市況，8厘息真係非常之吸引。而且佢仲要係一隻永續債券，表面睇上去係無到期日嘅，即係話只要間銀行唔執笠，你就可以一路收息，收足一世。你話筍唔筍先？但係大家冷靜啲，諗深一層，世事真係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咩？呢張由匯豐銀行發行嘅所謂永續債券，到底係咪真係咁抵買？背後又隱藏住啲咩大家平時未必留意到嘅潛在風險呢？今日我哋就專登請嚟我嘅好拍檔，亦都係債券紅綠燈交易信號呢個系統嘅開發者 Gary， 同大家一齊拆解下呢張8厘息嘅永續債券到底係龍定係蛇。大家好，又係我 Gary。今次為咗令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點樣去捕捉買債券嘅時機，我特別將我開發嗰個指標放咗喺影片下面嘅連結度，等大家有機會可以自己撳入去試下玩下，親自感受下點樣去分析數據。如果對呢方面有興趣嘅朋友，記得一定要將呢段片睇到最尾，因為好戲在後頭，我會詳細教大家點樣去用呢個工具。喺 Gary 同大家深入分享數據同指標之前，就等我先同大家講幾句。打個底先，頭先老友記提到嗰張債券就係畫面截圖上面顯示緊嘅呢隻啦，大家可以清楚睇到呢個位置，佢寫住年度嘅票面息率係8%。老實講，聽上去真係超級吸引，特別係對於一啲好需要穩定現金流嘅退休人士嚟講，一年有8厘息回報，真係可以大大減輕生活壓力。仲有最重要嘅一點，佢標榜自己係永續債券，顧名思義，表面睇上去就係完全無到期日嘅。咁係咪即係代表只要我買咗就可以印腳，舒舒服服咁樣一路收8厘息收到老呢？至於咩時間買入先至係最划算、最抵買呢個問題，我哋稍後會詳細再講。不過依家最迫切要解答嘅問題係，到底呢隻債券係咪真係可以永遠收息收過世呢？理論上嚟講，如果乜事都冇發生，間銀行又一直照常運作，的確係可以嘅。但係現實歸現實，實際上呢張債券嘅生殺大權，即係主導權，其實係完全掌握喺發行嗰間銀行，即係匯豐銀行嘅手上。大家買呢類產品嘅時候，最常見亦都係最需要打醒12分精神去留意嘅條款，就係一啲叫做贖回權嘅條款。市場上面嘅永續債券，雖然表面上大大隻字寫住無到期日，好似可以陪你一世咁，但通常喺份厚厚嘅合約入面，都會隱藏住設立咗贖回期嘅細則，即係話過咗若干年之後，如果市場上面嘅整體利率下跌咗，出面借錢嘅利息平咗好多，銀行就會計一計數，佢哋發現原來有機會可以用更低嘅成本去借錢嘅時候，佢哋絕對唔會同你客氣，佢哋就會行使呢個權利，將呢張派緊高息嘅債券贖回，然後再喺市場上面發行一批新嘅利息低好多嘅債券去集資。換言之，你心目中嗰個可以收息收過世嘅如意算盤，係唔一定打得響嘅。之前我哋都專登拍咗一條短片去詳細解釋債券入面各種複雜嘅條款。如果對呢方面有興趣，想知多啲點樣睇條款嘅朋友，強烈建議你可以睇翻嗰條片，當係做個溫習。不過話分兩頭，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匯豐銀行作為一間國際級嘅大銀行，根基咁穩健，歷史咁悠久，投資佢哋出嘅債券應該點都唔會點樣食虧啩。就算有贖回權，起碼前面嗰幾年都穩收8厘息啦。到底呢個諗法啱唔啱呢？ Gary 可唔可以請你同大家深入啲分享一下，究竟呢隻債券仲有啲咩隱藏嘅特點，同埋最重要嘅係，到底點樣去捉摸個入市時機先至係最划算呢？多謝阿威，頭先已經非常清晰咁講咗關於贖回權嗰部分嘅重點。至於關於永續債，其餘一啲更加深入嘅條款細則同埋潛在嘅風險，我依家就會慢慢同大家逐一講解一次。如果你手頭上有筆閒錢，又想向一個靚價位去買入一張高達8厘息嘅永續債嘅話，咁你就千萬唔好錯過今日接下來嘅內容啦，因為每一句都關乎住你嘅切身利益。
今日呢段短片嘅第一部分，我會先帶大家去徹底了解永續債背後嘅風險同埋容易俾人忽略嘅細節。去到第二部分，我哋就會提供一個我哋團隊自己開發嘅指標，實實在在咁話俾你聽，一張永續債喺咩價位先至係一個最值博、性價比最高嘅買入位。大家都應該喺唔同嘅財經新聞或者經紀把口中聽過永續債呢個名。有時候有人一聽到永續債，知道佢係無到期日，就會覺得好牙煙，覺得風險好大。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個風險其實究竟係喺邊個位置最大呢？又或者大家試下退一步諗，同樣都係由匯豐銀行發出嘅債券，點解0044嗰隻永續債嘅息率會比一啲有明確年期嘅債券高出咁多呢？天下間無白食嘅午餐，高回報必定伴隨着高風險，呢個係投資界永恆不變嘅定律。我哋喺過去都做過好幾集節目，好多時候都會不厭其煩咁提到一啲投資上面必須要注意嘅風險。我同阿威做呢個節目嘅初心，都係希望大家喺真金白銀拎錢去投資之前，對於一啲標榜高回報嘅投資產品，先有一個清晰嘅概念，或者有一個全面嘅了解。你要清清楚楚咁知道，究竟呢個投資產品帶俾你嘅風險，又係咪你自己嘅財力同心理質素能夠承受得起嘅呢？好似呢啲永續債咁，如果你真係決定要放錢去投資嘅時候，你究竟係投資緊啲咩？你買嘅到底係一個承諾，定係一張隨時會變廢紙嘅合約？有時候，當你願意花少少時間，認認真真去了解清楚背後運作嘅時候，絕對唔排除有機會你會發現，原來之前人哋提到嘅嗰啲所謂巨大風險，原來都係喺你自己嘅接受範圍之內。咁樣變相喺你自己嘅投資組合裏面，你就可以做到多元化一點，甚至可以透過呢啲產品將整體嘅回報拉大一點，令到筆退休金可以更加見市。例如我哋喺之前嘅集數裏面都有提過一張匯豐銀行去到2029年先至到期嘅債券。如果我哋睇翻嗰張債券有一個到期息率嘅話，計返大約就係4.9厘左右。佢係有明確嘅2029年到期日，即係話到咗嗰一年，只要銀行冇執笠，你就可以攞翻晒啲本金。相比起另一張永續債，例如頭先提過嗰張係派8厘息嘅，由於佢係冇一個到期日嘅，所以佢現時嘅實際息率係點樣計算出嚟嘅呢？我哋就會將佢嘅年度票面息除去佢現時喺市場上面嘅價格，因為債券價格係會日日升跌嘅。如果以現價計算，佢嘅實際息率大約係7.6厘左右。大家去到呢一刻，個腦裏面自然就會開始做一個比較，究竟係買一張去到2029年有明確到期日，穩穩陣陣收4.9厘息好呢？定係買呢張無到期日，但係實際可以收到7點幾厘息嘅永續債好呢？為咗收多呢2厘幾嘅利息而去投資呢張永續債，到底個風險係多咗喺邊度呢？為咗呢2厘幾息去搏，到底值唔值得呢？我接下來就會慢慢逐步解釋俾大家知，拆解呢個謎團。其實一張永續債同一張有年期嘅普通債券，最主要嘅分別就係寫喺份合約裏面唔同嘅條款。而喺眾多條款裏面，最大亦都係最致命嘅分別，就係所謂嘅受償次序。大家依家可以睇翻畫面上呢個圖表，其實呢個圖表就係歸納咗一間金融機構或者一間銀行，萬一佢哋真係非常之不幸咁遇到一啲極大嘅流動性風險，甚至去到破產邊緣嘅時候，喺面對一堆債主臨門，一啲唔同類別嘅資產上面嘅賠償次序，究竟會係點樣排隊嘅呢？講白啲，即係有喜事上嚟，究竟邊個可以優先攞翻啲錢，邊個要包底，甚至血本無歸呢？我哋就先試下舉一個極端一點嘅例子，當係俾大家一個心理準備。例如大家睇電視新聞，依家就提到獅子銀行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非常嚴重嘅擠提，或者一個巨大嘅流動性風險情況出現，啲人排晒長龍去提款。如果你只係一個普通小市民，喺獅子銀行裏面只有普通嘅存款，例如活期或者定期存款，其實係冇咩特別好怕嘅，因為存款通常排得好前，而且有存款保障。你只有一個動作需要去做，就係趕快同啲街坊鬥快去排隊，將啲存款攞翻出嚟就搞掂。但係如果你喺排隊嘅途中突然之間醒起，你先至發現原來早前你為咗收高息已經買咗一條永續債，例如啱啱圖表上面白色嗰格代表嘅永續債。呢個時候你就要留意啦，呢張永續債其實喺銀行嘅資本架構入面係屬於額外一級資本，英文簡稱叫做 AT1， 即係屬於圖表上面粉紅色呢一格，全名叫做總損失吸收能力工具。聽個名都覺得唔對路啦，咩叫做吸收損失？即係要你嚟填氹咯。你嘅受償次序排得非常之低，只係僅僅比持有銀行普通股票嘅股東早少少。
而排喺你前面嗰位陳太太，原來佢都有買債，但係佢買嘅債係有年期嗰張，即係2029年到期嗰隻債券。呢張有年期嘅債券係屬於優先無擔保嘅債券，喺圖表上面係屬於中間無擔保債呢一欄，所以佢嘅受償次序比例係高過你好多嘅。其實當銀行真係發生呢啲世紀流動性危機嘅時候，你手上揸住呢張永續債，到底係發揮緊咩功用呢？點解銀行要出咁高息去吸引你買？我哋又開始睇深一層，望下呢張債券裏面嘅隱藏條款。如果根據國際銀行業界非常出名嘅巴塞爾協定嘅嚴格規則，呢一種類型嘅永續債係必須要設有一啲叫做損失吸收機制嘅條款喺入面，即係話如果以匯豐呢條債券為例，合約條款裏面主要清楚列明咗喺特定情況下，銀行可以將你張債券轉股，甚至乎係行使一個叫做減記嘅權力。咩叫做減記呢？減記嘅意思講到明就係將你張債券嘅債務直接註銷，當無數，你啲錢就咁冇咗。呢個生殺大權通常係由當地嘅金融監管機構去行使嘅。我哋去到目前為止，綜合呢啲資料，我哋好清楚咁知道，如果銀行出現一啲極大嘅流動性風險，隨時會倒閉嘅時候，我哋手上呢一張原本諗住收息嘅永續債券，係有機會被逼換成銀行嘅股票。大家試下回顧一下，一間就快破產嘅銀行，佢啲股票仲值幾多錢？肯定係暴跌啦。甚至乎喺更惡劣嘅極端情況下，監管機構可以一聲令下，呢張債券嘅價值係會直接歸零，渣都冇得剩。首先，大家唔好太過驚青住，其實呢啲咁惡劣、聽落去咁唔公平嘅條款，並唔係匯豐銀行獨有或者針對你哋嘅。市場上面絕大部分嘅永續債，只要係屬於 AT1 級別嘅，都會許到相類似嘅辣椒條款，因為呢個係國際監管嘅硬性要求。喺呢度順帶一提，如果有一啲投資者聽完覺得真係太驚，相對比較保守，想向一啲有明確到期日、無呢啲轉股歸零條款嘅債券嘅話，裏面嘅條款細則其實我哋喺之前製作嘅內容已經詳細提及過，大家只要喺熒幕上面點擊右邊彈出嚟嗰條片，就可以重溫翻點樣去揀穩陣嘅債券。講翻轉頭，我哋繼續睇深入啲呢兩條咁得人驚嘅條款。先講第一個相對比較簡單清晰嘅條款，究竟喺咩具體情況發生之下，先至需要由債券強制轉換成股票呢？原來喺份厚厚嘅條款上有一行好細嘅字，列明咗如果匯豐銀行嘅核心一級資本比率跌到低於7%嘅時候，就會自動觸發到呢個換股嘅條款。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即係銀行最核心、最優質嘅資本，佔佢風險資產嘅比例，係衡量銀行防禦能力嘅終極指標。大家聽到呢度應該都會好想知道，既然條底線係7%，究竟現時匯豐銀行嘅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又係幾多呢？安唔安全呢？我哋為咗求證，立即上咗去匯豐嘅官方網站睇一睇。原來根據最新公布嘅數字，喺2025年嘅業績報告裏面提到，佢哋嘅比率係14.9%。哇，14.9%，距離要觸發轉股嗰個7%嘅死亡死線，仲有一大段非常之遠嘅距離。即係話，依家間銀行嘅資本係非常之充裕嘅。但我哋做最壞打算，假設真係有一日經濟大蕭條，呢個比率跌低於7%嘅話，條款列明匯豐就必須喺最遲不超過1個月之內，強制將呢啲 AT1 嘅永續債全部變成銀行嘅股票。即係所謂嘅債變股，用你哋嘅錢去幫手頂替銀行唔見咗嗰條數，充實翻個資本。條款上面亦都講得好清楚，由正式轉換嗰日開始計算，匯豐係絕對唔會再拖欠你任何債券嘅本金同利息，因為你已經唔再係債主，你已經變成咗股東。大家都應該可以憑常理去推斷得到，如果一間銀行搞到連呢個債轉股嘅保命條款都要動用嘅話，其實間銀行當時嘅財務狀況一定係千瘡百孔，銀行的股價都應該係日日暴瀉，不斷喺度下跌。所以好大可能，當你由高息債券轉回嚟嘅嗰啲股票正式交到你手，你可以賣出嘅時候，其實個股價已經跌到得翻個殼，你嘅虧損都會繼續無底深淵咁發生。咁有人會問，反過來諗，就算銀行的股價之後慢慢上升翻，或者銀行嘅財政情況好轉咗，渡過咗難關，究竟我手上呢啲被逼換翻嚟嘅股票，能唔能夠要求轉翻做原本嗰張高息債券呢？好遺憾咁話俾大家知，喺呢個條款上亦白紙黑字寫明，呢個轉換過程係絕對唔可以逆轉嘅，喺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夠恢復變回債券，轉咗就係轉咗，你只能夠祈求股價升翻。去到呢度，其實大家已經好清楚，永續債最主要亦都係最大嘅其中一個風險，你已經完全知道咗，
就係當銀行嘅核心資本比率跌到某個危險水平嘅時候，就有極大機會你將高息債券轉換成狂跌緊嘅股票。咁第二個情況即係將本金直接減記，即係直接當廢紙註銷。又係喺咩情況下點樣發生嘅呢？其實本金減記嘅意思就係當地嘅監管機構經過評估之後，判定咗呢間銀行已經病入膏肓，無法繼續生存落去，以及確認咗政府唔會再動用一啲特別嘅公共資金去拯救、去支持嘅情況下，監管機構為咗避免牽連更廣泛嘅金融體系，就可以強制行使呢個減記嘅權力。即係針對呢張永續債嘅條款嚟講，當監管機構決定行使呢個減記權力嘅時候，呢張債券除咗有機會換成股票之外，更有可能係將呢張債券嘅部分價值，甚至乎係全數價值歸零，1蚊都攞唔返。而我哋頭先一直提到嘅手握生殺大權嘅監管機構，以匯豐銀行嚟講就係英國嘅監管機構，簡稱 BOE 嘅英倫銀行，以及簡稱 PRA 嘅審慎監管局。來到呢度，我哋已經將永續債一啲最極端、最主要嘅風險全部搬晒出嚟，攤開嚟講。可能大家會覺得，對於好似匯豐呢啲大到不能倒嘅國際大型銀行嚟講，要觸發到呢啲咁惡劣嘅條款，似乎個機會率真係好微，好似講緊天方夜譚咁。但事實上，歷史往往比小說更離奇。大家記唔記得喺2年前，即係2023年3月份嘅時候，當時瑞士嗰邊就爆發咗一場震驚全球嘅金融危機。當時嘅瑞士政府同埋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簡稱 FINMA， 佢哋經過緊急會議之後，判定咗有100幾年歷史嘅國際大行瑞信銀行係已經面臨嚴重嘅流動性枯竭，無法繼續生存。為咗促成瑞銀集團嘅收購， FINMA 做咗一個令全球譁然嘅決定，就係直接觸發咗瑞信旗下嗰批 AT1 永續債，將佢哋嘅價值全數歸零。大家依家喺畫面上睇到嘅呢一堆 AT1 債券名單，就係當時不幸被註銷嘅債券。好多投資者一覺醒來，成副身家化為烏有。而當時涉及被清零嘅金額係高達160至165億嘅瑞士法郎，即係過千億港紙嘅財富就咁人間蒸發。而其實當時呢件事件引發全球金融界最大嘅爭議性喺邊度呢？就係根據傳統嘅資本架構常理，當一間銀行出現破產或者極大流動性風險嘅時候，係應該由排喺最底層嘅股東先去承擔損失，輸光晒股東啲錢，先至輪到債權人。即係喺我哋頭先睇嗰張圖上，最底層嘅呢堆股東先要承擔責任歸零。但當時瑞士當局嘅做法，為咗保留少少甜頭俾股東去通過收購方案，個情況居然係調轉咗。瑞信嗰堆普通股嘅股東係冇做到全數歸零，反而係夾硬犧牲咗喺受償次序上本來應該排較前嘅呢一堆永續債債權人，要佢哋先去死。所以當時呢一堆永續債嘅苦主同債權人都極度憤怒，認為呢個事件係非常之唔公平，完全顛覆咗金融界嘅契約精神。所以最終呢件事係牽涉到要跨國打官司，變成一場世紀大訴訟嘅案件。睇完別人嘅慘痛教訓，我哋又返嚟睇返香港人最中意嘅大笨象。究竟匯豐呢張永續債裏面嘅條款細則又係點樣寫明呢啲情況嘅呢？會唔會重蹈瑞信嘅覆轍呢？好彩喺匯豐呢張債券嘅條款上係有清清楚楚列明咗 write off 嘅先後次序。條款寫明，當呢個減記真係無可避免要發生嘅時候，首先第一批要死嘅就係普通股嘅股東，佢哋係需要最先承擔損失。而當股東嘅錢全部輸光之後，先至輪到額外1級資本嘅債券，即係你手上揸住嗰張 AT1 永續債。如果連 AT1 都扣除晒，仍然滿足唔到填補資本比率缺口嘅情況下，先至會再進一步影響排再前啲嘅2級資本債券。之前俾人無理 write off 咗過千億嘅瑞信永續債，當時佢哋份合約裏面有冇列明得咁清楚嗰個 write off 嘅次序呢？呢個外人就不得而知啦。不過買匯豐呢張債，至少你可以做到一件事，就係萬一真係出事，比起一陣間排喺你後面嗰位陳師奶仲要威水，因為佢揸住一條係2029年到期嘅無擔保債券。至少你可以好無奈咁話俾佢聽，手頭上你自己持有嗰條高息永續債券係會先一步被銀行註銷填氹，之後銀行仲未夠錢死，先至可能會影響到佢張債券。講返單世紀官司，而到目前為止，件事有咩最新發展呢？原來瑞士嘅聯邦行政法院已經喺啱啱過去嘅去年，即係2025年嘅10月，終於作出咗一個初步裁定。法院裁定 FINMA， 即係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當時為咗促成收購，夾硬將瑞信嘅 AT1 全數歸零。呢個行政指令係屬於違法嘅行為。
而法院認為當時局方執行嘅減記，即係 write down，根本係唔符合當初債券發行時嘅合約條件。法院甚至嚴厲批評，認為 FINMA 喺引用法律條款賦予嘅權力時過於模糊、濫用職權，甚至乎係屬於違憲嘅。雖然呢個遲來嘅裁決暫時仲未係一個最終極嘅判決，因為現時呢宗案件仍然喺度上訴同埋深入審理當中。但係呢個消息對於當年一班血本無歸嘅債權人嚟講，其實已經喺黑暗中出現咗一線極大嘅曙光。佢哋都覺得好有機會可以透過法律途徑獲得到一個合理嘅賠償，至少攞返部分本金。講到呢度，我已經將永續債同一啲普通有年期債券喺風險層面上嘅致命分別都非常具體同深入咁介紹過俾大家聽，亦都有引述咗瑞信違約被清零嘅真實歷史個別事件做借鏡。如果大家耐性咁聽到呢度，而且又完全聽得懂頭先我所講嘅種種金融概念同條款內容，咁你真係要相信你自己喺債券方面嘅知識，其實已經唔再係一個初哥或者門外漢啦。你絕對應該可以理性咁衡量得到呢一種高風險伴隨高回報嘅投資工具，到底係咪你自己財力同心臟可以承擔嘅範圍之內？喺呢條片嘅第一部分，我哋詳細總結咗，如果你真係決定持有一張永續債券，又咁唔好彩，真係遇到一啲百年一遇嘅極端金融事故發生嘅時候，對你嚟講最恐怖、最大嘅風險係咩？我哋已經赤裸裸咁解釋晒出嚟。既然風險已經搞清楚，咁點樣先可以將贏面拉到最高呢？第二部分，我哋就會進入戲肉，教大家利用一啲科學化嘅數據指標，去返市場上最靚嘅買入點。大家都知債券價格係會波動嘅。如果我哋睇返新發行嗰啲債券，例如頭先講嗰張派8厘息嘅永續債，因為佢上市時間尚短，我哋就睇唔到佢有咁長嘅歷史數據去分析佢嘅價格波幅。但係如果我哋參考同門師兄，即係舊一點發行嘅，例如呢張同樣係匯豐發行派6厘息嘅永續債，你就會發現債券價格絕對唔係死咕咕嘅，佢嘅歷史價格由最高位跌到最低位，居然可以有高達30%，即係足足3成嘅跌幅。就算係喺一啲較為平靜、較短嘅時間週期裏面，佢一般嘅升跌波幅閒閒地都有10%左右嘅上落，即係1成嘅水位。大家要清楚知道，呢張永續債因為就冇一個明確嘅到期日俾你攞返本金，所以你買入嘅成本價就變得極之重要。好似呢張6厘債為例，如果你喺當年個價炒到上極端高位，即係110蚊嘅時候買入去收嗰6厘息，同埋你等到個市大跌，個價跌到落80蚊超筍價嘅時候先買入去收6厘息，呢個回報同風險比例已經係完全截然不同嘅兩碼子事。一個如果係110蚊高位買入，萬一銀行用100蚊面值贖回，你就會賺咗利息，但係蝕咗差價，即係俗語話齋賺息蝕價。而另一個如果識得喺80蚊低位買入，第時銀行用100蚊贖回，你就連本帶利賺息又賺價，雙重享受。所以為咗幫大家解決呢個幾時買先唔會做水魚嘅難題，我哋團隊就用心做咗一啲量化指標出嚟，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啲客觀嘅參考數據，幫大家將投資債券嘅贏面大大提高。如果你哋已經較早之前加入咗我哋嘅 WhatsApp 通訊錄，我哋喺稍後時間就會將呢個可以睇到指標嘅獨家連結直接發送俾大家。當你打開咗呢條連結之後，你會見到一個好清晰嘅圖表界面，喺呢度所顯示嘅所有數據全部都係專門關乎呢張匯豐發行嘅8厘息永續債嘅。因為呢個指標嘅核心作用就係要客觀咁區分你現時喺市場上睇到嘅買入價格，究竟喺歷史統計學上係屬於便宜抵買，定係已經炒到貴晒？究竟現價算唔算係一個合適嘅入市位呢？我哋依家就一齊睇翻圖表最右手邊，即係最 latest 最新更新嘅呢個數值。喺度大家可以清楚睇到，顯示日期為5月6日嘅數值，打出嚟係0.54。咁呢個0.54到底係代表咩意思呢？我哋就拉落去睇翻下面呢個顏色區分嘅位置，喺呢度就已經有清晰嘅文字注解區分咗，話俾你聽，只要個數值係處於0以上嘅正數區域，就係屬於當時嘅市場價格偏高，即係話有啲過熱，唔太抵買。所以當呢個數值或者呢個指標有一日因為市場震盪而回落到0以下嘅負數區，甚至乎係跌到去負0.5或以下嘅深水區嘅時候，嗰啲位置就係勝率極高、更好、更值博嘅買入時機啦。為咗令大家更加容易消化，我哋試下舉多一個具體嘅例子，例如畫面上呢一張派6.5厘息嘅永續債，我哋望向最右手邊嘅呢個最新數值，顯示緊係負0.09。
如果我哋參考返下面圖例嘅位置，佢哋講明，如果數值高過-0.3以上，其實已經代表咗個市場價格開始偏高，水位唔多。所以喺呢幅圖表上面，你已經可以好直觀咁睇到，區分咗兩個唔同顏色嘅區域。有顏色嘅部分，即係你見到塗上粉藍色嗰啲部分，就係屬於統計學上價格偏便宜、值得關注嘅低水位置；而無顏色或者留白嘅部分，就屬於價格已經偏向於過高，買入就有機會摸頂嘅危險區域。可能眼利嘅朋友會留意到，圖表中間有一條橫跨嘅黑色線，好似有啲阻礙住視線。你可能會問，為什麼唔整走佢，令個畫面靚啲呢？其實係因為我哋用緊呢個系統嘅免費版本，基於成本問題，所以喺功能設定上有少少限制。不過大家喺睇圖嘅時候唔需要太介意，只要細心留意下面呢度嘅文字敘述，就會好清楚知道點樣去區分平同貴啦。我哋再帶大家坐時光機睇幾個歷史關鍵時刻，例如我哋睇回2023年10月20日嗰個大跌市，當時指標顯示嘅數值係插水式跌到去-0.83。如果我哋睇回指標下面嘅敘述，任何低過-0.62嘅數值係屬於價格過低，即係出現咗非理性嘅拋售。如果我哋對應翻上面嗰幅債券真實價格走勢圖，就會發現當時嘅債券價格的而且確係處於一個極度低殘、偏便宜嘅超級筍位。咁喺嗰個位撈底嘅人之後都賺到笑。如果我哋反過來睇回1年後，即係2024年10月4日嘅時候，當時個市好翻好多，指標顯示嘅數值已經反彈到去0.07，屬於正數嘅時候。根據我哋嘅系統敘述嚟講，當時嘅價格係已經屬於過高，出現日價嘅狀態。對應翻債券當時嘅價格圖，就印證咗如果你當時心急追入，就好大機會喺短期嘅高位接咗火棒，買貴咗貨啦。